现在消防署有开发一个119报案的 App 啊，那你就在Google 的商城或者是苹果里面的商城，你去下载，那你搜寻119就可以看到这个 App。当我们下载完之后，我们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它上面有定位，那这个 App 下面的这个位置，是你现在目前的位置，你可以先看一下它到底准不准，基本上是还蛮准的。那我们要配合这个的话，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定位打开。那假设我们现在用报案火警报案来做范例的话，你按下火警的时候，它会跳到电话簿的电话，会叫你直接拨打119，我们直接按119，它就会拨出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拨出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受讯这一端。那我们电话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接起来的时候，它画面上就会有显示一个同 App 的来电来址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另外这一边的话，地图这边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基地台的位置，跟一个你现在手机开的定位 App 的位置，其实位置是还蛮准确的。那民众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报案的话，减少我们就是受理案件的时候，你抓地址的位置，其实是一个蛮方便，可以推荐给民众做使用。但是好像是一样的，就这一块做的很快，要再加工这一块，然后再放。对，线的条这个在那里，钢条好像在那里，这边是这样下去。如果可以直接做起来。这里开始出来了。哪一个？小小的那个，还不错。有特别的颜色或什么？没有对。在哪边？应该在放那边吧，我不知道你现在在那个。就比较。对。因为我们。